为了表银发的夫妻，也就是老翁某重温少年时结婚浪漫的时刻，台中市大甲区公所呢，大甲区公所邀请6对这个有靠回翁某穿西装白色礼服，伫古典的大甲文昌祠去体验行红地毯、翕相等等活动，拍算伫大甲中正的纪念馆要展示，希望甲大家分享情牵一世幸福婚姻。 一个壁桌顶挂一包搁一包的结婚相片，不过真少甲看，内底新人是阿公阿嬷，亲像这对结婚伫要60年的翁仔某，当初翕结婚相片时，有乌甲白相片，即摆当定翕彩色结婚相片，两个人拢笑甲甜蜜蜜。我们也好久都没有拍这种婚纱照了。 我们结婚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彩色照片呢。原来这是大甲区公所为了阿公阿嬷想起少年时谈恋爱主题，来举办翕结婚相片的礼物活动，邀请6对阿公阿嬷伫咧上古早味的大甲文昌祠内底体验行红地毯翕结婚相片，拍这个结婚。 婚纱照，那种感觉又回来了。公司嘛讲，这结婚相片会伫咧大甲中正纪念堂对外展览，为今日开始到7月7日，欢迎民众来遮参观。大家好，我是林依文。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